台南市柳营区新山国小师生抱着办喜事的心情，迎接正式书轩的启用。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彼此加油的力量，它不是金钱，它是更多的那个彼此鼓舞，让正面的力量透过好书、透过好话、透过好人，所以我觉得很重要。就像每一间它有不同的人一起来成就。新山国小正式书轩有机缘会当成立，是该校校友，同时嘛是前台南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永迪的善言。为什么要设立书轩？我觉得书是一个善知识最容易取得的地方。那我们每个人透过读书，可以美化自己，也可以熟识，也可以更有成就的去影响他人。书轩的所在原本是学校厨房，一度成为营地空间。透过改建，让学生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，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能力。小朋友都很喜欢这里，所以我们有规划老师他在阅读课的时候，他可以到带到我们进师书轩里面来做相关的一些阅读课的一个教学。那另外的话，下课时间我们也有开放给小朋友，他可以进到我们书轩里面来做比较优质的一个阅读。组织伫各地推动正式书轩，目的是改善阅读环境。目前全台有280间，其中台南市就有49间。希望每一间学校会当好好善用资源，让爱循环落去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